见过藏族男人里面最帅的，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有型的人，这是真的。而且他在舞台上的这种表演给我非常的震撼，整个的表演是非常舒服的，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，我要记住这个名字。真正的藏族帅哥。可以。真的好听，真的好听。就这比么他去嘛，就没比有心动啊，浪都比这么能够，头上如开头。像那个牛仔。哇，牛仔太摇滚了。你求了么给是的碰，秋季怎么到南洋吉他面？谢谢。帅。